位於曼哈頓密街98號嘅美食坊，憑借價錢實惠、選擇豐富同埋方便快捷嘅經營特色，深受街坊同遊客嘅喜愛。3年前，我哋曾經專程嚟到呢度探店採訪，見證美食坊開業初期嘅發展。今次我哋再次返嚟美食坊，繼續為大家發掘更多抵食又值得推薦嘅美食選擇。如果大家嚟美食坊，不妨點一份熱辣辣嘅三和谷台灣招牌鍋貼，相信一定會有驚喜。佢外脆內嫩，淡淡肉香，深受食客喜愛。喺2022年更獲紐約時報評選為紐約10大最佳經濟型餐廳之一，多家主流媒體亦曾重點推薦，稱讚佢哋嘅鍋貼係紐約最值得品嚐嘅美食之一。2023年，美國小商業部長仲專程從華盛頓到三和谷品嚐鍋貼。現時三和谷嘅鍋貼已經成為唔少紐約市民同遊客慕名而來嘅打卡熱點。美食坊入邊仲有一個深受年輕人歡迎嘅韓國料理攤位，負責人向我哋介紹，所有紫菜包飯都堅持每日新鮮製作，而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哋所採用嘅醬料，係由婆婆一代傳一代流傳落嚟嘅獨門配方。牛肉經過秘製醬料醃製之後香氣4日，再配搭爽脆新鮮蔬菜、香軟米飯同紫菜，每一啖都令人食過翻尋味。3年前，華仔已經為大家介紹過仁和香濃順滑嘅招牌豆漿，獲得唔少觀眾關注。今次再嚟到美食坊，當然要慕名試下另一款人氣美食傳統豆腐花。仁和嘅豆腐花入口嫩滑細膩，豆香濃郁，無論係中意甜品定注重養生嘅朋友都值得一試。連我哋嘅攝影師見到都忍唔住話：呢個一定要試下。而華仔今次仲特別試咗佢哋嘅煎釀三寶同埋蔥油餅。蔥油餅外皮薄脆香口，越食越有味。華仔俾出滿分好評。如果大家下次嚟美食坊，華仔誠意推薦大家試下仁和嘅豆腐花。今次嚟到美食坊，華仔仲發現咗一個新加入嘅人氣攤位——台灣三寶。負責人向我哋介紹，店內最受歡迎嘅飲品包括楊枝甘露、百香果茉莉花茶、芒果冰沙、爽口冰粉，特別適合炎炎夏日飲用，消暑又解渴。華仔今次特別試咗佢哋嘅招牌八寶甜品，滿滿一碗，配料豐富，包含多款豆類、果仁同特色食材，食落清涼又滿足，係夏日消暑嘅唔錯選擇。無論係想飲杯清新果茶，定係食碗冰涼甜品嚟降溫，台灣三寶都值得大家嚟試一試。美食坊仲有唔少值得一試嘅特色美食，其中珍品咖啡奶茶店一直深受街坊歡迎。除咗供應香濃咖啡、港式奶茶、西餅同雪糕等經典美食之外，佢哋嘅招牌珍品黑糖鮮奶更加係人氣熱賣飲品，深受年輕人喜愛。而最吸引華仔嘅係珍品充滿傳統風味嘅特色甜品同小食，包括清熱解暑嘅龜苓膏、香滑細膩嘅雙皮奶，同埋帶有羅漢果清香嘅菊花糕，每一款都令人食過翻尋味。如果要推介必試美食，華仔特別推薦佢哋嘅酸梅花生粥，多年嚟一直都係店內熱賣招牌，唔少街坊更專程慕名而來，就係為咗品嚐一碗酸酸甜甜嘅充滿家鄉味道嘅傳統美食。大家仲記得佢嗎？佢就係美食坊負責人岑卓懷先生。3年前，
岑生曾經向我哋推介過佢哋嘅明爐燒臘，特別係皮脆肉香嘅燒肉，成為唔少食客嘅經典美味。相信唔少街坊都仲記得3年前美食坊推出嘅3拼飯只賣10蚊。時至今日，美食坊依然堅持唔加價，繼續為顧客提供經濟實惠嘅選擇。呢份堅持實在難能可貴。今日再次見面，岑生向我哋介紹呢款老闆粥，用料十足，有豬紅、魚片、雞蛋同花生，可以講係口感豐富、營養十足。歲月匆匆，轉眼已經3年，但岑生嘅初心始終冇變。佢一直希望透過平靚醬嘅美食，吸引更多人走入唐人街，支持本地商戶，為社區增添人氣，帶旺唐人街經濟。值得一提嘅係，美食坊除咗堅持免收小費之外，而家仲接受糧食券付款，為街坊提供更多優惠同便利。同時仲新增咗明爐小炒、特色火鍋等系列，為顧客帶嚟更加多元化嘅美食選擇。無論你係想食早餐、午餐、晚餐，定係想簡單醫客肚，美食坊都能夠滿足唔同需要，讓街坊同遊客一次過品嘗到豐富、地道又抵食嘅美食。